后来镜头说登来台湾来看台南头一间5星的饭店大义励志，19年来见证当地观光发展，结果伫昨暝结束着营业了。饭店特别来举办着盛大的音乐会，台南市长黄伟哲嘛到场来送别，有袂少的乡亲嘛拢来参与着最后的一曲。饭店的员工做伙唱毕业歌，甚至有人是哪唱哪哭。 饭店的员工做伙唱毕业歌，现场离情依依。有人目眶红红红，有人一直哭，因为毕业典礼主角就是因已经服务19年的大义励志饭店。 台南市长黄伟哲特别到现场参加这个音乐会。28号，这间台南第一间5星级的饭店正式关门。足侪民众到现场会遐尼唔甘，是因为这间饭店是足侪台南人共同的回忆。但我觉得其实人就是这样，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。我昨天在参加大义励志员工们的毕业典礼之后呢，其实我感觉员工们他们向心力都很强。从2002年开播开始，第一位宾客是前总统陈水扁，了后19年。 接待贵宾包括导演桂德胜、总统蔡英文，还有国际顶悬足侪名人。这几年受到景气的影响，业绩比以前更较差，佮加上疫情，所以爱关门。足侪员工好加足伤心的，但是嘛是坚持爱陪饭店到最后一刻，替19年来大义励志所创造的观光奇迹画落一个句点。